乡亲朋友，大家早，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年初二拜四嘅客家新新闻，我係陳彥祖。今日早晨嘅時間呢，行政院呢係加開嘅臨時宴會，我嚟針對為持家對民眾部特別防治進行討論。點解以下會後記者會再來開始嘅？行政總署正從韓國要將交通部長林佳龍、勞動部長許銘春一條官員呢，都會共下來參加亞場記者會。以下嘅記者會停停再開始嘅，我哋看一下現場情形。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院会后的记者会。今天也是我们在连假期间召集临时院会后的记者会。大家也都看到，由院长带领我们的执政团队共同出席今天的院会。我们不但通过了特别条例的修正案，而且在今天即将要跟大家来报告的，就是我们在这一波防疫纾困以及振兴，我们扩大第二波预算具体的做法。首先，在2个简报之前，我们要先请我们的院长来跟大家来说明我们的政策方向。好，谢谢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们很谢谢大家在年假的第一天辛苦出来。那因为疫情险峻，已经在全世界扩展达190个国家，甚至这个礼拜都以每天5、6万人的确诊人数在增加，而全世界已经破90万人确诊，已经4万多人过世。那台湾在防疫工作上，幸好国人同胞一起努力，我们守住第一关。但很多因为全世界这样的疫情紧急，产业受冲击，所以我们不但要防疫，还要纾困，还要振兴。因此，我们原来特别预算都是针对整个当时只有中国的疫情，现在是全球的疫情，所以预算势必要增加。而我们基于对人民产业的纾困需要，所以我们准备用1兆0500亿的预算，1兆救台湾，让大家渡难关。而这个钱要怎么来，钱要怎么用，我要请我们相关部会跟大家报告。所以今天我们谢谢副院长、秘书长跟所有部会首长、相关部会首长陪着我一起要跟大家报告。所以为了不占用时间，我就先请我们是不是有财政主计上前供，就照顺序来。好，那等一下再回答大家的指教，谢谢。好，首先我们先请龚政委来说明。好，主计长，请主计长说明。院长、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那此次特别预算原编列的那个预算是600多亿，其中举债是300亿移用以前年度的税基剩余是300亿。那此次追加预算1500亿这个是我们会再分配109年度举债大概是1000亿元，110年度是500亿元这个会完全符合公共债务法以及财政纪律法的规定。另外一个，我们有那个移缓积极的那个1000亿元是原规划是400亿元，那我们再扩充是1000亿元。这个包括公务预算及非营业基金的移缓积极，以及公营事业及非营业基金的一个增加投资与采购。另外一个贷款协助原来有规划3500亿元。那我们再加码3500亿元，这其中包括央行的一个企业专案的融资，以及邮政储金，以及其他银行等办理企业的一个融资。那这个的话总共的财源会有1兆500亿元，
占109年度预计的 GDP 5.4%。如果说扣掉那个所谓的那个融资的7000亿元以外，剩下的3500亿元呢，也会占109年度名目 GDP 的1.8%。这个报告完毕，谢谢。好，继续请龚政伟。院长以及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那以下我们就来就向各位报告我们第2期的这个有关于纾困跟振兴方案的资金用途面。那我想刚才院长已经有讲到，就是说现在的疫情事实上是非常严重。我们回顾到我们第1期的这些特殊条例跟特别预算的时候呢，事实上那时候的全世界的确诊事实上是非常少的，而且大部分集中在中国或者是其他的亚洲少数的地方。但是下一页，但是现在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已经散播到全世界了然后尤其是欧美国家受伤的情况更为严重，而且他们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消费市场所以刚才院长也特别提到，我们必须要有更前瞻的思维，重新有更加码的部署。那也因此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的纾困跟振兴方案事实上纷纷提出了非常大规模、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些纾困跟振兴方案。所有的欧美国家基本上来讲的话，他们的投入面占整个 GDP 的比重基本上大部分都达到2位数那我们投入的这个1兆500亿元事实上也占我们这个 GDP 比例达到大概5.5或5.6的情况。那裁员的部分，刚才主席长已经有所说明那院长也特别提示，这个1兆要救台湾好，我们看下一页。那有关于在特别预算的部分是2100亿，那主要的用途的部会上来讲的话，大概主要是有4大部会。那第一个大概主要是卫务部。那卫务部的部分主要是因为随着疫情的增加，事实上它防疫的经费事实上要扩充。那另外也针对了一些弱势的老人、儿童，事实上有发放津贴的一些补助。那第二个大概是重灾区的这个交通部随着疫情的扩散来讲的话很多的业绩呢，事实上已经不到原来的10%所以我们也启动了很多的相关的额外的这个救助方式也增加。那经济部的部分，除了在这个贷款基金上的一些增加之外呢，事实上也对员工的一些薪资补助也给它加码。那劳动部的部分也是对于自营工作者的薪水上的一些补助。好，我们看下一页。那除了这个2100亿的这个特别预算之外呢，事实上有其他的基金或者是各部会他们也提出以缓济急的一些相关做法。那这个部分大概是1400亿那原来搭配着各部会执行的这个基金大概是526亿，那其他也包括国发基金要协助新创然后还有信保的准备金，还有特种的基金等等的一些情况。那刚才特别提到了154亿的以缓济急呢，事实上没有办法摆入这个特别预算里面那我们也支持各部会用以缓济急的方式来执行。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这个第2期的这个方案里面呢，有2个很重要的议题随着全世界的这个疫情非常严重情况之下的话，大家都很担心会造成失业潮，那甚至于美国有估算可能会造成4700万人的这个失业，达到他们就业人数的30%，那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数字那我们必须要做一些超前部署那我们第2期的这个方案里面呢，就是特别针对了这个就业的部分提供了一些补助包括经济部里面的服务业跟制造业大概会协助66万人，交通部的旅宿观光呢是14万人，那司机跟自营商的相关工作者呢大概有12万人，另外还有自营工作者呢事实上达到100万人，总共呢我们会稳住就业大概是192万人，这192万人占我们整个就业人数呢达到16.67%你可以想象说，我们如果就业没有稳住的话，那是一个非常灾难性的一个失业的问题。
整个社会是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负担，所以我们超前部署，直接补贴，达到院长提示的要立竿见影的效果。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金融面的协助上，虽然这个疫情造成了跨境的这个人流的中断，但是我们物流不能停，金流不能断，所以我们全面性的也秉持着院长特别提醒的这个雨露均沾的一些效果，只要台湾的各地任何的劳工、中小企业、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只要他们需要纾困贷款，我们的金流就到哪里。好，所以我们透过了这个7000亿的这个贷款的额度，好，可以让我们整个金流不会中断，好，达成我们这个整个经济可以持续保温的一些效果。好，那以下大概就是各部会我简要的向各位的说明。那卫福部刚才特别提到的哈。原来在特别预算里面，当然这特别预算里面的200亿里面有包含防疫的措施里面有包含其他的部会了哈。那但是我们这次的再加码除了这个加码125亿之外呢，另外这个对弱势老人或者是儿童的津贴的补助有40亿。好，下一页。那经济部的部分呢，大概是975亿。那除了就是在纾困资金的这个担保融资的再加码，原来是100亿，我们加码到200亿，好的情况之下呢，另外在振兴措施，原来的振兴抵用券大概是20几亿，那我们现在另外有一个 coupon 的情况会超过100亿。那第三个就是说，特别针对纾困企业的一些这员工上的一些协助，资金上的补贴，那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有66万的员工会受惠。那另外还有水电上的一些补助，那交通部的部分在纾困方案的1.0里面呢，就已经包括它的基金的支出就已经将近200亿了哈。那2.0的部分，下一页，我们再加码275亿。那我们都知道，交通部包括观光旅宿还有交通事业，基本上是重灾区的重灾区哈。那所以就是说除了在员工的一些照顾之外，事实上对于企业界的一些它的支出的一些成本，我们也给予一些补助。那另外有一些比较超大型的海运跟空运，它可能需要一些纾困贷款，那我们成立了一些专案来办理。好，那在其他部会的部分，农委会原来在第1期的时候，加上他自己的基金就有53亿，那我们再加码20亿，来协助一些营运上的困难，或者是农民的一些薪资上的一些补贴。那在文化部的部分，在前1期的特别条例就有8亿，再加上它以往基期总共15亿，那显然是不够的因为随着疫情的增加，很多的影艺活动基本上都已经停止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再加码30几亿来协助它。好，那再下一。那交通部的部分是主要是在体育署的这个运动产业的部分。那原来在第1期的时候，他们运用自己的基金呢，事实上提出了32亿的一些补助方案。那么事实上，我们在用特别条例这一次再加码20亿，使得他们在运动赛事的一些补助。那科技部的部分主要是针对疫情的关系，有关于治疗疫苗的研发，那我们特别提出10亿的来从事这样的工作。那另外包括内政部跟原民会也有编列相关的一些数据。大概，劳动部的部分是，原来在就业安定基金就已经提出了312亿的方式，来稳定我们的就业。那除了这个之外，刚才我们讲说，企业界我们也照顾到了，那还有受雇员工我们也照顾到了，但是台湾有非常多数的自营工作者，事实上是没有办法照顾到的。那我们特别编列了300亿在这个劳动部的预算里面来支撑这些自营工作者。那同时呢，我们也开始开办这个劳工的这个纾困贷款总共有500亿的额度，而且提供利息补贴这个利息补贴换算起来的话是将近2个百分点我们认为对于劳工的帮助会非常大。以上说明。好，开放媒体提问。好，工商。我先整理一下就刚才讲的，就钱怎么样来，那怎么样用，那各部会都有细目，那会再和大家报告。那最主要就是企业不能倒，就业不能失，物流不能停，金流不能断，这是最高的奋斗目标。但是情势很险峻，
所以政府用尽全力。那我们刚刚院会已经通过要修改特别条例，那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帮忙早日通过。特别条例如果修正通过后，就会编特别的追加预算。那相关这些都还需要国人同胞一起努力，还请大家加油，谢谢。好，开放媒体，首先是工商。院长好，工商时报苏秀慧啊。院长，我想请教的主要有3个部分，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除了1500亿的追加预算，还有移缓计及的这个1000亿，总共2500亿里面，大概有3大部分一个就是这个薪资补贴的这个部分那我想请教院长，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研判是不是接下来失业率会非常的严峻，所以这个部分占了绝大部分。那另外第2块就是在那个振兴措施的部分包括coupon券还有振兴抵用券这个部分也是大幅的加码预算到180亿。那是不是我们的内需跟消费已经这个受到很大的冲击？那第3个就是那个资金纾困的部分总共是7000亿的贷款。那除了我们之前知道的中小企业的信保央行2000亿之外，我们还增加了哪些？是不是可以再说明一下？谢谢。贷款的部分，我先请财政部长来说，好吧？来，苏部长。跟各位媒体报告，贷款的部分除了我们央行的2000亿以外其实公股行库这边也会提出相关的资金扩增到原来的3500亿这一部分所以加起来总共是7000亿的规模作为疏解这个所谓这个企业的这个资金的需求那希望能够符合到这个资金不断流的一个目的简要报告。好，中小企业部分请经济部沈部长。刚刚呢，我们媒体朋友在关心的就是中小企业的部分，尤其刚刚呢，大家在这一段时间，我在上礼拜6、礼拜天跟我们6大内需型服务业座谈下来，大家关心的几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希望在员工的薪资方面，希望能够政府来协助；第2个，在所谓房租的资金的营业费用方面，希望政府来协助。那也提出水电费的部分，那这些呢，我们这一次也都把它纳入进来。比如说，这一个企业主能够他受创50% 以后，然后呢，他提出维持88成薪的话，那政府呢来补助4成的薪水，让这个企业主能够来渡过难关，让我们的员工呢能够有就业的机会。那再来最主要，刚刚提到 coupon 的部分 ，coupon 的部分的话呢，最重要就是大家期待要刺激消费，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也提出来，就是你消费，我来折扣回馈。那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我们会来透过平台来协助。那老人的部分，我们也会透过敬老卡来协助。那每人每月那上限呢1000年。那这个时机的部分，可能这一次因为这些国外的感染人进来以后，那现在我们呢在这个社交礼仪有这么一个限制，所以我们是希望疫情稍微缓一点，我们会来推动。好，那个部分我稍微补充一点，就是中小企业，那比如说餐厅、餐饮业，那现在因为大家不出来，没有消费停滞的情形下，那有些餐厅改为做便当、做外送所以餐厅透过外送到消费者，所以在现阶段就怎么补助餐厅，怎么补助消费者，鼓励他来这样使用，那中间的快递也许生意大好。那等到疫情稳定，那我们要鼓励大家多出来消费，那又第2阶段的那个鼓励措施，那详细的经济部都会再做报告。来，好，三立之后联合。院长三立嘉文想请教因为在第一波纾困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你亲自带着这么多的部会一起出来开这个就是纾困的方案，但是这一次，你带着所有的部会一起出来，是不是有感受到什么样
让你觉得说非常重要、急迫性，还是说第一波已经完全不堪使用了？谢谢。谢谢。我们都知道，当疫情不明一发生的时候，我们超前部署。那现在疫情我们还在对抗，我们希望能够达到怎么样围堵、怎么样减灾。不过，同样的已经受疫情影响的，就是各产业、各国人。因此，怎么纾困，怎么样振兴。所以我带同相关所有的部会，并且要追加预算，希望能够走出困境。那当过去这段期间3个多月来，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陈时中部长做得很好，每天跟大家报告。所以国人同胞可以看到最快速、最透明、最权威，同时最诚实的报告，让大家知道。大家也鼓励我们陈时中部长指挥官做得很好。那纾困要怎么做？更牵涉到的面更广。纾困到底要怎么办？每个人都有关心的面向，所以我也特别责成相关部位都要尽量让民众知道，并且我要求纾困这个部分也有纾困的陈时中，我请龚明鑫政委跟相关的部位首长每天出来向大家报告，向国人同胞报告我们纾困要怎么做，那也听大家的意见跟指教，那我们也每天回答，希望也能够让我们不但防疫要做得好，纾困也要做得好，振兴也要做得好，希望关关难过关关过，台湾能够平安。好，联合。院长好，不好意思，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这个1500亿元的特别预算呢，就是因为我们原本有600亿元嘛，那我们现在是在增加1500亿元。这个1500亿元的数字是怎么来的？是各部会提报呢，还是说我们觉得这1500亿元的这个数字能够因应接下来的疫情的所对经济所带来的冲击？那依照500亿元的这个总数，是不是足以因应接下来的状况，还是说我们未来还有可能会有第3波的纾困的部分？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因为有些中小企业反映是说，他们虽然这个纾困贷款的这个政策非常的好，可是他们去借贷的时候，可能还是会碰到一些门槛，譬如说还是会维持一些原本他们的信用指数，或者是一些原本就有的门槛。那大企业的话，可能在申请这个贷款的时候会比较轻松，那中小企业可能会碰到一些这样的状况。那是不是说未来会不会有对减少这样的门槛，给中小企业能够更快速的能够贷款，或者是得到他们要的金流？谢谢。谢谢。疫情还在发展中，当初600亿的时候是大概就只有中国跟一些小的状况，但现在看起来是全球，而且更严峻了。所以我们估再加1500亿，不止这样，而是合共连同贷款等等1兆0500亿。那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希望尽力的一个数目，但是不是这样？我们也希望就这样，不希望还要再增加。如果再增加，那就当然更险峻了。不过谁也说不准，因为疫情还在发展中。第二点，我们对于企业或者个人，反正受影响再困境，我们就是要纾困。所以纾困就是公营行库带头，就是中央银行也特别已经提出相关的数目跟办法，大家都看得到。那怎么样督管做到最好？正如以前我们要求公股行库就要带头做得好，这方面我们的金管会、财政部都会做，而且我们中央银行总裁等等也都亲自和行库董事长、总经理都已经直接交代，同时也会盯紧进度。那如果有哪些产业个人真的不如政府所宣示这样，问题看在哪里，各该部会一定要负责解决，一定要到位，这是政府的诚意，也是效力，希望能做到最好。相信各负责的单位、负责的公股行库，甚至民营银行，相信也都会跟进。谢谢。好，来中天之后苹果。
院长好，不好意思，想请教一下，现在其实大方向就是预算那些都已经底定了，可是大家会好奇说，人民应该要怎么拿到？例如说减班休息的人，或者是小黄的司机，在这一步好像都有讨论第2阶段的纾困，那有没有比较细项，就是各部会比较细项的明定说，他们可以怎么拿到这些补助款？对，每个部会都各部会首长也是直接对谈，也是直接要宣布以及相关的方法，甚至于懒人包 QA， 那直接看哪个地方还塞在哪个地方，以后每天都会借由各位媒体朋友的指教，记者会上向大家报告。如果有什么意见，也直接指教反映。我们就是有诚意，而且一定要把它做到好，那一定要照这个政策来推动。谢谢。好，苹果。想请教一下，因为刚刚沈部长在提到 coupon 券的部分，我们会等到疫情比较和缓的时候才会来推动。但是因为现在比如说像夜市啦，像一些店面，它可能已经开始有消费紧缩的状况，这个时候再来提升所谓的这个一般的消费，会不会有点来不及？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在劳动部里面我们有编列关于自营者，就特别这个部分。那自营业者比如说像夜市啦，或者像这些他本来他到底要怎么样去申请，或者这些比较具体的东西，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谢谢。好，谢谢。那个2个阶段，一个阶段现在在疫情中，我们也鼓励大家不要群聚，不要什么，所以现在说要鼓励大家马上出来消费，这个显然不太对称。那现在就是怎么样减轻它的负担，包括这个天然瓦斯减5%，这个1桶瓦斯减100块啊。其他方面很多，经济部都会有详细宣布。另外一方面，就是刚才我举这种例子，改变营运方法，改变消费习惯，那怎么样子？政府两边鼓励，这是一种。另外就是现在就在设计了，以后怎么样鼓励，怎么样补贴，让当疫情掌控可以的时候，能够希望快速反弹上来。那这个经济部也已经有做，我也都听过相关的报告。那自然时间状况可以，我们就立刻第2套剧本就推出来。谢谢。好，还有没有媒体？好，经济。院长以及各部长好，想请教，就是我们在航空业的初级部分，我们有提供专案贷款，那我们大概有评估说，我们的航空业因为现在几乎都已经剩下一点点这个航线嘛，那我们的冲击的人数，或者是我们之后是否有相关比较细部的补助方案呢？因为现在只有看到比较粗略的贷款方案而已。好，谢谢。这个请交通部林部长来说明。航空业因为首当其冲我们在本来的就是特别预算有42亿，那现在针对这个部分了增加对于超大型的这些6家航空公司提拨45亿来做包括融资贷款利息补贴等。那这个大概配合就是目前的公股行库，还有包括中小企银跟信保基金可以承做超过500亿元以上。那目前也是用3合1那一起办理，那主动跟6家航空公司来做协助，那避免程序上的一个冗长。所以在清明春节后大概1周内应该可以办理完成。好，台视。还是想请教一下林部长，就是有关于小黄计程车还有游览车司机，是不是1天1万元，一共3个月这样的补助已经定案了吗？然后还有包括是说防疫计程车的补贴，是不是交通部这边也会来帮忙？然后好像您是在做一个唯一戴口罩，是不是最近身体比较累了？好，针对就是计程车跟游览车总共计程车司机是92000名。那游览车相关的驾驶员是16000名，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以对人的补助，那一个人1个月1万块，那总共是3个月，那这个部分加起来是有这个是30多亿，都有纳入这一次
所谓纾困2.0哈，我们增加的特别预算。那另外第二个问题是，口罩有没有？因为是可以不用戴了哈，不过因为先前我们观光局有一位主秘啊，那他虽然现在裁检也是阴性啊，那我也跟他没有直接接触了哈，因为外传说他有来交通部开会哈，那个是已经要散会哈，那他有到我们他也有戴口罩啊，不过基于自我健康管理最高的标准我还是戴一下口罩。好，以上说明，谢谢。好，还有没有媒体朋友？好，自由之后风传媒。有79家的电影院业者希望说政府帮他们下令停业，这个政府现在有这样的规划吗？那另外就是之前所提的这个照顾弱势要加发每个月1500元，共加发3个月，这个什么时候会实施？这个民众关心的，谢谢。好，这个是不是请文化部郑部长？院长、各位媒体，大家好。电影业以及表演艺术等有些艺文产业的确遭受疫情重大的冲击。那也几乎等同歇业。那虽然指挥中心它公布的是根据各类型的因应指引，没有针对哪一个特定的场馆或行业。那不过行政院跟文化部我们是秉持着视同等同歇业的状况，来加深加强整个纾困的方案。所以我也跟大家来补充说明一下艺文产业的纾困方案。我们在原来的特别预算有8亿，以缓计及7亿，总计15亿啊。那么在这一次2.0的纾困方案里面，特别预算由8亿提高到45.2亿，那加计原来以缓计及7亿啊，那我们渴望达到52.2亿，所以我们原来已经公告的纾困办法的补助方案会继续延续之外，那么就在这一次的特别预算增加对于像表演艺术、映演业等受重大冲击导致营运困难的事业，那么特别来提出艰困事业的一个员工薪资跟营运的补助方案。那么另外也对于各类型艺文产业加强补助的纾困的预算。从原来的11亿的补助再加7亿，渴望达到18亿啊。那么以及在这一次也在针对贷款的部分，那么原来已经纳入了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的贷款利息补贴之外，特别针对大型的艺文事业，那么提出非中小企业贷款利息补贴专案啊。那么来进行纾困2.0。那另外也跟大家报告，艺文产业有许多的自雇者，也就是承揽的自然人。那在我们第一次的纾困办法里面有特别把它纳入。那这一次我们也非常感谢行政院跟劳动部特别针对了这个自雇者有提出一个专案。那我想渴望可以更全面的来协助艺文工作者所以我们纾困2.0的目标我们就希望说能够挺事业、雇员工、护自雇那么在疫情过后一起来拼振兴以上补充。好，那第二部分请陈时中部长。跟大家来报告对于弱势者，我们有编列一个弱势老人、儿童身障的津贴。那总共受益人约有87万，那编列的数额是40亿以上。好，风传媒。院长你好，我是风传媒记者林尚作，我想跟你请教一下，张忠谋董事长说，就是这一次疫情之后，全世界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形态会有很大的改变，包括未来的国际旅游也好，或者是全球的供应链也好，都会有很大的改变。那我们这一次纾困当然是为了救急，但是有些行业可能会面临结构性的调整，例如说旅游业、观光业，甚至说台商整个在中国的供应链都会必须面临调整。请问一下，我们大概什么时候会针对这一部分，就是说结构性调整部分，我们在这一次方案里面到底有没有准备要进行推动？这是第一个问题。那再来针对预算的部分，我这次在加码1500亿之后，请问一下，就是总预算加上特别预算，包括说前瞻基础建设、战机采购条例，还有这一次的特别预算加起来以后，我们今年度或明年度我们的预算增加幅度大概是多少？那
举债金额大概是多少？那请问一下，抵用券的部分，之前希望能够结合国旅哦，那但是因为像美国那边，他现在是直接发支票现金给民众，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就到底绑不绑国旅这件事情确定了没有？那自雇者的部分，因为他的收入是很难统计的，那我们这一部分到底要怎么去纾困？就是说他的收入减少，到底要如何去举证？好，谢谢。我想这一次疫情，大家看到世界各国媒体甚至于讲这是第3次世界大战一样的，所以这个冲击不但它是不明的病症，同时它的冲击也还在发展中。很多都说这个不但是冲击整个产业结构，连这个整个世界的经济活动是不是这样，恐怕都会面临到根本性全盘的来重新创击后的重新调整跟思考。那这个我不是这个经济专家，这个各方面会有各种出来。那至于第2部分、第3部分，是不是请主计长稍微给他说明一下，简短一点。本年度原来的那个公务预算的总预算是2兆0776亿，另外有这个原来的有那个总预算2兆0776亿的啊，我们现在会员特别预算的增加了这个所谓的2100亿的，然后我们有前瞻基础特别建设的预算是1182亿的，然后又有新式战机采购的特别预算的，所以我们总共的一个总预算跟特别预算的规模大概是接近2兆3000亿的啊。那这个举债的数额的话，我们刚才有报告都会符合公共债务法的规定。好，谢谢。来，另外一部分请龚政伟。刚刚有问到这个有关于自营工作者的部分怎么样去认定他的这个收入减损？所以事实上是不太容易认定了，所以我们就比照了刚刚提到了计程车的的司机，就是每个月补助1万块，那补助3个月，大概是这样子。好，刚才还有电视。院长还有各部会首长，大家好，不好意思，想请教一下院长，就是这一次的整个追加预算的部分，那其实我们有看到内政部有编列了4.52亿，但是不见内政部的首长出席这一次。那另外还想再追问刚刚文化部提到的，就是电影业视同歇业，那大家很关心说是希望电影院不要开嘛，因为电影院毕竟也没有安全距离的部分。谢谢。今天邀大概台金首长数目很大。是内政部主要的，它是因为防疫工作，它是配合卫福部的防疫工作来执行，所以我们有请那个卫福部长出席了，所以就没有请，因为他是配合的，试一下。那另外那个电影业那个，里头都在讲，也是文化部呀，好来文化部。映演业的部分，我再做补充哦。那目前映演业表演艺术几乎是虽然我们因应指引规定室内100人以下但是对他们而言是几乎等同营业困难那所以我们在纾困的方案就视同几乎是受疫情重大冲击而致无法营运，来用这样的水位来进行纾困。所以在这次的特别预算里面，针对这样的重大冲击的艰困事业，我们有24.7亿来进行专案的纾困，那包含薪资以及其他的营运的资金那所以我们近期都密切的跟这些受重大冲击的事业来进行联系我希望能够陪伴大家度过这个难关。好，还有没有媒体朋友？好，最后一个问题了好，经济。想请教院长，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些特别预算或者疫情防疫相关，我们怎么跟总统的沟通机制呢？那另外就是特别条例的提出，我们是否会跟立法院怎样沟通？那是否到时候会到立法院报告呢？这些预算的情形，总统完全知道。那昨天也都有跟总统报告。那对于立法院在今天院会通过后，
相关的法案，以及这个法案修改后必须编列的特别的追加预算，也都有相关部会会跟立法院朝野党团沟通，并请尽速通过，以利纾困振兴。谢谢。好，最后一题，民事。院长你好，我是民事的运年，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之前有说就是行政院会开视讯会议，那想问一下说大概什么时候就会开视讯会议？然后另外就是这个武汉包机啊，就是他们是说希望可以取消驻记，然后苏揆怎么看这件事情？那今天我们院会，那随着我们疫情中心所定调，那下次就是下礼拜四的院会，我们对于像演剧的有一些不在这个像6都的列席的首长，都可以用视讯。那另外有些部会也都可以用视讯，然后在院会里面相关的出列席人员，就距离上也可以比较宽一点等。那另外这个驻记的问题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依疫情中心的宣布，我们这个都是对于在武汉，因为它是疫区，所以都有驻记。那后来就算它解封后，因为还是从疫区来，所以我们还是一如陈时中部长指挥官当初宣布是包机，但后来像这样的类包机等等，也都能方便国人同胞回来，我们都一切以疫情指挥中心陈指挥官讲的这个运作的，我们照这样来做。那跟中国方面都持续保持最大诚意的协商，总是希望国人同胞能够平安回来。谢谢。好，那我们的今天的记者会就到此结束。还有吗？联合，好，不好意思，院长好，那个因为刚才公政委有提到说，那个美国有评估他们的失业潮，不知道我们在这部分有没有评估我们的失业冲击，是不是会有多少人会因此可能会面临失业的问题？这个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做一个评估。第二是要请教那个陈时中部长，不知道就是今天因为大家虽然非常隆重来开这个会议呢，大家都没有戴口罩，不知道这个部分有没有符合我们社交距离的这个政策？谢谢。这个失业，我从一开始就说，希望就业不能失，就这样，这是努力的目标。但多少现在疫情发展中很难估算。那这个距离，我请陈时中指挥官跟大家报告。我们说的社交距离是指的在非特定的人士的公共场合，那这边都部会的首长都是特定人了我们也天天一起在开会。那至于在有时候摄影大哥们靠得这样子近，那当然口罩是一定要戴。所以今天看起来大家都符合我们要的规定。这边有一位没有戴不过他距离大概1.5公尺有了以上跟大家来做报告谢谢。好，在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好，院长有没有要？好，有问饱问满了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媒体朋友，感谢大家。